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安，大家平安。我们今天要进入撒母耳记上第8天的共读。今天早上我们要请陈模执事来带领我们大家做开始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新的一天，也感谢你的慈爱每天都与我们同在。你的信实广大无比，主啊，愿你的圣灵此时此刻充满我们，帮助我们安静心思，除去一切的干扰，使我们单单渴慕你的话语，像渴慕溪水一般，像入渴慕溪水一般。主啊，求你开我们的眼，使我们看出你律法中的奇妙，开我们的心，使我们甘心顺服你的旨意，不只听见你的话语，更能活出你的真理。主啊，今天我们导读的经文，不只是要成为我们知识的累积，而是生命的更新，灵命里的坚固，教导我们如何成为合神心意的器皿，并在属灵生命上更成长。愿你亲自对我们说话，指引我们的道路，使我们行在主你所喜悦的道路上。我们现在要将以下的时间交托仰望，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祷告，阿们。阿们。谢谢。我们昨天从撒母耳记上的第6章，那看见约柜被掳之后如何回到以色列人之地。那非利士人受到约柜的管教，那他们寻求帮助，但他们得到的答案是要送回约柜，而且要献赔罪礼。但约柜在2头母牛没有拉过车的母牛，而且正在哺乳当中的母牛的带领下，自动导航回到以色列。那在以色列的伯示麦地区，那就是他们窥探神的约柜，所以在当中利未人当中，可能是5万人中的70人被遭到击杀啊，那这也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以至于他们要把约柜送到基列耶林。那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看从伯示麦到基列耶林之后所陆续发生的事件。那我们先请陈模执事带我们来读是第7章的第1节到第6节。于是基列耶林城的人把上主的约柜接来，抬到一座小山上，放在亚比拿达的家里。他们特别委派亚比拿达的儿子以利亚撒看守约柜。上主的约柜留在基列耶林城很久，大概有20年。在这段时间，以色列人都向上主求助。撒母耳对以色列人民说：如果你们专心归向上主，就必须弃绝所有外族的神明和亚斯他路女神的神像。你们要把自己完全献给上主，只侍奉他，这样他就会救你们脱离非利士人的辖制。于是以色列人除去巴力和亚斯他路偶像，只侍奉上主。撒母耳召集所有以色列人到米斯巴，对他们说：我要在那里为你们向上主祷告。于是他们都聚集到米斯巴，他们打水来浇在上主面前，当作祭物，并且禁食一整天。他们说：我们得罪了上主。好，以上。谢谢。那基列耶林这个地方的名字，我们昨天提到叫做森林之城。好，那在约书亚记15章18章又被叫做基列巴利。好，那这里讲到基列耶林人，好，听到约柜在回到以色列的境内，而且在伯示麦，那他们就不疑有他，也来将耶和华的约柜接上去。好，上去就是说往靠近耶路撒冷方向，好，是往上走。那抬到一个亚比拿达的家。好，那亚比拿达这个人呢的名字意思是我父是尊贵的。那圣经对亚比拿达的资料很少，那但是呢有知道他的儿子有3个，分别叫做以利亚撒、亚西约和乌撒，那都是祭司哦。那这里讲到了以利亚撒分别为圣来看守耶和华的约柜哦。那所以这个是约柜的路线我们已经看过很多次，从示罗到战场上的以便以谢，在亚佛被打败，被掳走到亚实图，那又被送因为
带来的灾难，这个大滚神庙送到加特，再送到以格伦，然后再自动导航拉车回到了博士麦，那又被送到基列耶林。那在这里停留时间大约有20年。好，那但是不是只有停留在20年，好，因为这一段时间呢，会就在基列耶林停留是到大卫来迎接大约是80年，好，所以还要在大约80年后70几年后才会被大卫迎接到耶路撒冷，好，所以约柜在基列耶林离撒母耳在示罗服侍的地方不远了，好，那但是当这个事情成就，那所以可能也是撒母耳要把他的侍奉的地点示罗，好，那转靠近到基列耶林，好，米斯巴，好，或许有这可能，因为圣经没有交代这样背景，好，但是我们等一下会看到下一章的地图。那这里撒母耳20年，好，那以色列全家都哀哭归向耶和华，好，因为这里有提供一个数字20年，好，所以这20年也有人认为，就是之前撒母耳被呼召在上帝从约柜中对他说话，大约是在12岁，那现在他大约在他预言以利家所要发生的事情之后，好，那这一段时间为止，又12岁过了20年，好，所以撒母耳我们等一下接下来看到的呢，好，第三节之后，那撒母耳起来成为士师，成为领导者，大约在32岁。所以这20年来，以利死了，好，那以色列人当中好像暂时没有看到其他的领导者或是士师。好，那以利的2个儿子也死了。好，那但是这段时间，因为非利士人对约柜的害怕，所以他们大概也有20年的平静的日子。那撒母耳他起来担任领导者，好，第3节起来就对以色列全家，好，所以表示这时候撒母耳他掌握到了话语权，他也成为一个领导者。好，3、4节说，第3节说，你们若全心回转归向耶和华，就要从你们中间除掉外邦的神明和亚斯他路。那亚斯他路呢，被当成是巴力的妻子，是掌管战争跟生育的女神。那是在迦南地居民敬拜的亚斯他路和巴力哦。好，那亚斯他路叙利亚在北方的人称为亚拿特神。那在另外的文本当中，亚拿特神用童贞女的形象出现。那有的说是巴力的妹妹，但是跟巴力一样都是诸多作为，就是这些神明呢是会比较活跃，会比较多回应，或是比较多跟人之间的互动。那这些掌管生育的神祇呢，他们敬拜仪式常常都要有含着放荡或堕落的行为，包括献婴孩为祭啊，好，献给摩洛迦南神等等，好，所以特别在迦南地区，所以这都是上帝看为看为邪恶的事情。但是撒母耳起来对以色列全家这句话呢，好，也可以说这是撒母耳担任士师好开始，或是他一生服侍好最重要的，不是在成为一个祭司，在会幕，在圣所，在约柜前的服侍，而是呢要带领百姓能够从心灵和诚实来敬拜，所以他提到要全心回转归向神，预备心回转归向神。对，那这里还有一个讲到巴力，巴力在圣经也常常出现了。那巴力的意思就是主人或是 owner 所有人，那也是指迦南的哈达神。那巴力是迦南多神的伊勒之子，掌管风调雨顺，也是农业之神。那伊勒叫隐匿，巴力较多作为，所以古代近东盛行敬拜巴力。旧约巴力有几个名字，叫巴力比利土士师记，或是巴力比尔民数记，或是巴力加德约书亚记，巴力西普列王记下。那这些都是指同样迦南地的这位巴力。好，那跟这个亚瑟拉，或是这个亚斯他路，那都是非常，因为他们的关系复杂。好，那亚哈王的时期，好，他的皇后耶喜
别将腓尼基人拜巴力的风俗引到以色列，所以迦南人称叙利亚的神哈达称为巴力。那同一时期旧约作者也会用复数来，比如说众巴力、诸巴力，好来形容统称，好，所以就是跟巴力的连锁产业。那这个字又解为众丈夫或是众主人、众君主，好，那也譬喻淫乱，所以先知也会许多先知书、何西阿书、耶利米书也会用这个复数来形容整个巴力的信仰，因为多提无益，那越说越描越黑，所以都用一个代号众巴力。那以色列人，这是撒母耳的改革，就是从心灵和诚实，即便约柜现在没有在示罗或是在侍奉当中，但是他们仍然愿意回应撒母耳，所以撒母耳对他们说，要召集所有以色列人到米斯巴，打水浇在耶和华面前了。所以这里虽然没有直接讲到说撒母耳现在的年纪，但是从前面的20年，再从撒母耳在圣殿开始12岁的会幕开始12岁的服事，所以这时候大约是在32岁。那这些以色列人，他们也把他们的重心逐渐从北方的示罗，又渐渐的移到米斯巴。那米斯巴这个地的地名叫做意思是守望台。那它是属于便雅悯境内，从这个地图当中也可以看见，是距离耶路撒冷非常的近，大约就是只有直线大约13公里左右，甚至天气好的话可以看到，所以这是米斯巴的古遗址。那这是一个稍微在平原当中隆起来的一个高台。那甚至在现在的米斯巴还可以看到在十字军时期留下来的建筑，据传就是撒母耳的陵墓，撒母耳葬在这个地方。那他们来到了米斯巴，在那边打水祭。那这个打水在圣经当中并没有出现有这种的敬拜方式，怎么样打水来浇在耶和华的面前来敬拜，好，那就是可能是跟水有关，或是米斯巴有这个河流和水道的经过。那他们照撒母耳的吩咐，他们聚集在米斯巴。好，那刚才讲到这个撒母耳的这个教堂陵墓，可以直接看到10多公里外的耶路撒冷，只要爬到这个陵墓的上面，那可以看到整个耶路撒冷地区。甚至另外一个角度还可以看到基遍古城的遗址。好，所以有人认为这个米斯巴跟基遍还有撒母耳的故乡拉玛呢是连在一起的，连在一起。好，所以在米斯巴这个地方，有人认为就是基遍高地，那就是所罗门在这个地方向上帝献祭，列王记上的第3章，然后上帝赏赐他智慧的地方。也有人认为他就是撒母耳的故乡拉玛。那这座城市在便雅悯支派的境内。那甚至士师记19到21章讲到了这个以色列人的一个悲剧的故事，那就是也是发生在米斯巴。那约柜返回以色列后，先知就在这里召集人民，在这座山上带领全体的国民人民来悔改。那他们后来非利士人听到犹太人在这里聚集，有大规模的移动，那这个也是大概在20年后，就非利士人发动的攻击，等一下我们会看到。所以这是撒母耳担任士师参与的战役，也可以说可能是直接参与的唯一一场的战役。这里发生最重要的事件就是米斯巴是犹大王国的建立，那他们是透过公开的抽签选出扫罗为以色列王。所以是在第8章到第9章的地方还有到第10章，好，接下来会继续读到地方。那后来的耶路撒冷还有圣殿呢，在主前86年被巴比伦摧毁。那有一个省长基大利的成为犹大的省长，这是我们在读耶利米书的时候有看到。后来被流放到以色列，再被流放出去，后来就是基大利省长在以斯巴
他被暗杀，所以导致剩下的犹太人就逃到埃及，包含耶利米先知在内。那撒母耳的墓也发现第一圣殿，就是所罗门圣殿的一个墓葬啊，就是那个年代啊，考古起来可以追溯到第一圣殿的时期。所以在米斯巴当中呢，有很多见证圣经的事件，所以也认为这个撒母耳呢，他就是被葬在这个地方米斯巴。好，接着再请陈摩执事带我们来读第7节到第12节。非利士人听到以色列人聚集在米斯巴，那5个非利士人首领就带领军队出来攻击他们。以色列人听见这消息，很害怕，就对撒母耳说：“请继续为我们向上主我们的上帝祷告，求他救我们脱离非利士人。”撒母耳宰了一只小羊，做全身的烧化献祭给主。他祈求上主帮助以色列，上主应允他的祷告。撒母耳在献烧化祭的时候，非利士人前来攻击。正在这时候，上主从天上雷击他们，使他们溃乱逃退。以色列人从米斯巴出来，一直追击敌人到伯甲附近，沿路击杀他们。后来撒母耳在米斯巴和散之间建立了一块石头，说：“上主一直帮助了我们。”于是叫这石头做以便以谢，意思是帮助之石。以上。谢谢。那所以20年后，曾经在北边的以便以谢的这场战役，让约柜被掳走7个多月，那又回到以色列人的境内。好，那但是在境内当中的20年，虽然是暂时平安无事，但是撒母耳渐渐长大，那他也成为一个士师，成为一个领导者，好来管理整个以色列的人民。那他们也在这边聚集移动到米斯巴，所以这个消息呢，让非利士的5个城的首领的领袖就又带领军队，以为他们又要集结起来，要与他们来征战，所以他们可能是先发制人，先下手为强。那以色列人听到有非利士人要打来，毕竟他们大概有20年内，现在撒母也刚刚任职成为这个整个以色列人民的祭司，所以就来对撒母耳说：“请继续为我们向上主我们的神祷告，那求他救我们脱离非利士人了。”好，所以当撒母耳他就在这个地方米斯巴，就献了一只刚还在喝奶的羔羊，做全身的燔祭啊，就是烧化祭，就是火祭，好，就是用火，然后把整个祭物献上。所以撒母耳呢，他在这边的身份，第6节有提到说，撒母耳在米斯巴做以色列的士师啊，士师。好，那推算撒母耳的年纪大概在80岁左右，好，所以他从32岁到80岁，大约做士师做了48年，48年。那非利士人来的攻打，现在撒母耳他又有士师，但他又成为祭司，所以他在这里带领以色列百姓献祭，因为毕竟他也有祭司属于利未人的支派，那又从小被奉献在会幕，所以他也是有这个祭司的职责和任务。那撒母耳还在献小羊做烧化祭的时候，非利士人就到，那他们显然就是没有预备征战，撒母耳也没有把这个心思放在征战上面，反倒是上主为他征战，所以上主从天上雷击这些来的非利士人。所以和本说，当日耶和华打雷，发出极大的声音，使非利士人溃乱，他们就败在以色列面前。所以这场战役呢，甚至连动都没有动，还只是专心的做礼拜，那专注的把祭物要献给上主，而上主就自己从雷中从献祭当中就出手。所以让非利士的联军从5个城镇来的，就使他们溃乱逃退啊。那以色列人就乘胜追击，追赶他们，追到伯甲，那甚至沿路击杀他们。
后来撒母耳也在米斯巴和散的之间立了一块石头，叫以便以谢，所以跟我们之前第4章读到的以便以谢呢，显然是不同的地方哦。那这块石头是上主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所以从第一次的以便以谢到现在的以便以谢，到如今可能是在20年前、20年后，那上主都一直帮助我们，所以以便以谢的意思就是帮助之时啊。那伯甲跟善这个地方，伯甲的意思是公羊之家，善是峭壁牙齿，但是都没有办法在地图上标出名字。好，那我们可以从这米斯巴，那他们从示罗移动到米斯巴集结。那非利士的5个城镇，好，海边的在河谷中的，好，要往米斯巴这边来进攻。好，那最后打败他们，他们就逃到伯甲跟善的地区，杀了许多的非利士人。好，所以应该都离米斯巴不远，而且是往非利士的方向去。好，那后来，撒母耳就在米斯巴跟善的中间，那就立下这块石头，那把石头起名叫以便以谢，以便以谢，所以这个石头叫以便以谢。那所以以便以谢的意思就是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所以当撒母耳在献祭，非利士人来攻打，但是呢，从上主用雷，用闪电雷轰来击溃敌人。所以这块石头虽然至今也不可考，那也不一定是长得像图片上面这个的样子，但是这块石头是让撒母耳他让百姓看见这块石头，就知道上帝都一直与我们同在，那上帝都一直在帮助我们，所以这是对以色列人来讲是一个最好的提醒。那最后再请陈模执事带我们来读最后的3节13到17节。这样，非利士人被打败了。撒母耳有生之日，上主没有让非利士人再侵犯以色列领土。从以格伦到加特，所有被非利士人夺去的城镇都归还了以色列。以色列收复了全部领土。那时，以色列人跟迦南人和平相处。撒母耳一生做士师，领导以色列。他每年要出去巡视伯特利、吉甲和米斯巴，在这些地方处理纠纷。出巡之后，他都回到家乡拉玛，在那里做士师。他在拉玛为上主筑了一座祭坛。以上。谢谢。那所以这场战争，撒母耳没有预备，没有准备，但是他只有献上羔羊给主，那主就使他们得胜，还可以出去追杀敌人。那所以这一次的战役呢，不仅是又带来和平，也带来了安定。那所以14节也提到了从以格伦到加特这些被非利士人夺去的城镇都归还了以色列。所以我们再从刚才这个地图，以格伦在梭列谷的地方到加特，那就是这条直线的地方，上下地方。所以本来黄色大概是以色列人活动范围，但是也因为从米斯巴一直追赶到这里来，所以又让这一块以色列的境内呢，又把这些城市又收回去迦南地，这是上帝所给予的。所以甚至这里也提到以色列人跟亚摩利人可以和平相处。那至于亚摩利人是指谁？那从摩西的时期就有亚摩利人对不起，亚玛利人这个亚摩利人呢，指的是指在迦南地的原住民，所以它是一个统称。那他们追赶到了伯特利，那所以伯特利还有以格伦，那还有到了吉甲和米斯巴，那这里有这是讲到撒母耳在他成为士师之后，那他每年都要到这几个地方到伯特利，那到吉甲，然后再就是吉甲靠近耶利哥的地方，再到米斯巴。所以其实可以看到撒母耳他的活动范围，从他出生在拉玛，那在以法莲山地，后来他的妈妈把他献给上主，
到了示罗。后来示罗是因为约柜移动的关系，那来到了基列耶林，所以撒母耳也从示罗移动来到了靠近基列耶林的米斯巴。但是撒母耳每一年巡视或是他审问的地方，因为他是士师，就是在伯特利，然后吉甲，然后米斯巴做伯特利上面做这样的紫色路线的这样的移动。好，那但是撒母耳他的老家是在拉玛，所以也有提到撒母耳他就回到他的故乡，也应该就是他的出生地，那回到他的妈妈哈娜的身边。如果妈妈还在的话，那这时候撒母耳可能30几岁，妈妈也应该都还在。好，但是就没有提到这些后面的部分。所以撒母耳巡行范围呢，大约是在紫色的地图中间紫色的路线哦。好，那在整个以色列来看，位置不大，所以表示呢，大概那时候撒母耳担任士师，问题也不多，他并不需要东奔南征北讨，东奔西跑，那他可能就是在这地方。那像不同地区的以色列人，靠近约旦河，那靠近北边，还有他自己的家乡，那就是在整个以色列迦南地的中心的地区来做这样子的服事。那最后也提到说，撒母耳他回到了拉玛，在他的家乡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那所以他在没有出来审问事情的时候，那他也会维持在他的家有一个祭坛来献给主，但是他就没有特别提到撒母耳到基列耶林，所以以色列人他们长期跟约柜之间的关系呢，也在这个时候约柜的停留在约柜的地方，但撒母耳的服事那变成是一种好像要怎么说呢？好像是这个住家，然后到礼拜堂，到牧师馆，然后到会友家，就是这样子不同的场域的移动。好，今天这段经文让我们看见约柜后来停留在基列耶林将近有80年之久。80年后就是大卫来迎接。那这个亚比拿达他3个儿子以利亚撒、约西亚、亚西约和乌撒，那这个后来乌撒去扶了约柜，应该就是亚比拿达的这个儿子，而被上帝所击杀。虽然约柜在他们家很久很久的时间，但是他可能去触碰了约柜。那还有撒母耳也在担任士师的时候，他呼吁以色列人要自立自强，但是要自强以前呢，要先洗心革面，就是要从心灵和诚实回转归向耶和华。那单单侍奉他，不要再去沾染污秽，沾染当地迦南人拜的各样的神明，不论是亚斯他路或是朱巴利、亚瑟拉等等这些神，都要远离，只有侍奉一位神。那当他们承认而且愿意的时候，那上主就保护他们，甚至非利士人大军来袭，那但是上帝也救他们脱离仇敌的手。那撒母耳从32岁在米斯巴做以色列的士师，那前后担任将近有48年，到他80岁的时候。那我们也看到从出生3岁就离家的撒母耳，那在将近30年后，他回到自己的家定居，并且在他的家筑坛，在那边献祭，然后他也成为他能够继续来服侍的地方。好，所以圣经的记载其实是非常的仔细完整。那他们把这些的经节经文串联起来的时候，可以看见很多背后的故事。那上帝的同在，那也让我们知道当我们心愿意回转，那上帝就让失去的土地就回到我们的手中那这也是以色列人他们曾经被非利士人掳走了以革伦，被抢去了加特，但是他们就是用从心灵诚实回转归向，甚至上帝就把这2个城镇又交回到以色列人的手中，也带下了安定和太平。我们今天分享到这边，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上主们，感谢你看见撒母耳他从年幼被奉献到会
会幕圣所当中，以及所遭遇许多的兵荒马乱，但撒母耳他坚定的依靠神，不是按照自己的意思，而是按照上帝的意思，也没有要强求，也没有要过多过头跑在上帝的前面值得成为我们学习，就是让我们凡事都能够查验上帝神你那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也要带领从本身做起，带领百姓弟兄姐妹能够用心灵和诚实，能够全心回转来归向神。上帝你也必要救每位弟兄姐妹，救我们众人来脱离仇敌的手，脱离仇敌的辖制，也把过去我们所失去的要加倍的祝福在上帝你的儿女、你的百姓的当中也感谢你，让我们看见撒母耳他的服事也和他的家能够连结。也如同约书亚所说，我和我家都必定侍奉耶和华，也愿主帮助我们，带领我和我家，我们全家都能够来侍奉耶和华，来荣耀你的名。我们献上我们的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阿们。谢谢陈默，谢谢大家，平安。谢谢牧师，谢谢牧师，平安。谢谢牧师，平安，平安，谢谢，谢谢。我心要被你完全释放，在基督谢谢牧师，完全平安。谢谢，平安。我要祷告，要祷告，祷告，求你垂听我们对你的呼求。我要献上我